價錢就開咗啦。嗱，柏景峰呢邊咧最平500零萬啫。咁500零望咩咧？500零萬就望住呢條馬路同埋呢個方向。咁啊，暫時喺市區500零萬兩房咧算最平噶啦。項目咧可以喺油塘站行過去大概8分鐘左右啦。油塘站咧一個站可以去到鰂魚涌。咁如果你喺港島東嗰邊翻工咧，可以留意下呢邊。而步行到屋苑咧，大部分都係行商場位置。而油塘站隔離咧都有個巴士總站嘅，有去紅磡啦、尖沙咀啦或者大埔都有。如果翻屋苑咧，你會由大本營咧再行過去鯉魚門呢個商場，基本日常所需咧好夠噶啦已經。其實樓下咧就已經都有巴士站嘅，隔離起好咗嗰座咧就係朗裕啦，依家都收緊租，咁尺租大概40零50蚊左右。項目就27年6月入伙，所以依家我哋咧睇咗示範單位先。其實網上好多講緊500零萬，甚至去到400幾萬都有，但係嗰個咧就300幾尺兩房，咁示範單位咧就冇開到嘅，佢直情開咗個431尺嘅大兩房，370尺咧就係最平兩房，咁依家我哋就431尺。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樓盤咧，咁呢個發展商係信和啦，佢同柏龍嗰啲裝修同埋用料基本上係差唔多嘅。總括而言，項目如果喺市區嚟講做緊500零萬可以有兩房咧，哪怕佢細少少咧，都有一定競爭力。同埋呢邊樓底咧係比較高嘅，去到3.3米，所以可用空間其實都多咗好多。兩房大概430尺左右，但佢個主人房咧係2.3米，正常應該係2.1米左右嘅。有用可以訂閱同埋點讚。